洪台威拍，因案到明仔早起上挖进台湾，气象署已经发布海上警报，花莲、台东就要注意落大雨、做大水。南韩落大水后，至少4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也那巴基斯坦雨季嘛，伫咧做水灾，6月底到即马已经有160个人不幸过身。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互人注意到手乌青、脚巷巷，怀疑敢是健康出问题，被讲出面驳回讲川普的健康检查真正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咱赶紧来关心到这洪台威拍，即马是长咧瓦金，目前是伫咧东南边的所在，伫要通过这巴士海峡。因暗到明仔早起会上挖进咱台湾，气象署是已经发布海上警报。咱当看到这预测雨量的图咧，对宜兰、花莲、台东、南投、高雄、屏东拢有可能会落大雨，尤其是花莲、台东，这规个拢是桥仔式，所以咱得要特别注意防灾。旅客排队坐船，对东港欧洲琉球东流38亿元正常营运，不过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业者已经打出公告，19号提前上班，伫早起就会出尾班船。见到风台未拍，中心伫乌兰皮的南东方的海面向西北西来进行，暴风圈则慢慢进入巴士海峡。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南部甲东沙岛海面拢伫警戒范围。整个季风低压它的云系带来的影响，还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影响之下，东半部的雨势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它的雨势会相当的明显。此外，在风力的部分，随着台风在逐渐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这段时间，台风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气象署提醒，微拍风台位伫季风低压带内底环流真快，18下晡了后，东半部地区已经开始连续雨雨暗雨会愈明显，东半部雨会愈来愈大。南投山区、高屏山区、大台北山区甲基隆北海岸也开始雨雨。19日时开始雨的所在，对宜兰一路来到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一直到20礼拜，东半部雨势较热，不过也受局部大雨。气象专家分析，微拍风台伫通过巴士海峡时，暴风圈卡到海境范围的边仔，不过伫陆地要17日被发布入境，不过要注意拄到年度的大楼。礼拜西半部的严防较低所在海水倒流。尤其是在高屏沿岸这一带，因为它的地势比较平坦一点，所以说如果潮位很高，然后风又比较对着陆地吹的话，就容易引发一些海水倒灌。专家分析，虽然未拍风台雨势是观察重点，不过风台移动过程环流带来强阵风，尤其是基隆北海岸甲恒春半岛风会更较透。气象署已经对新竹、108甲宜兰花莲台东甲高屏地区发布热伤强风特报。气象应用推广基金会指出，拜六风台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也转为阵雨，东半部甲屏东受大量雨雨机会。下礼拜1、2起，因为季风低压大量的水汽，其中有热带系统发展，可能有地灾天气，也需要搁再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韩，即阵当着200冬来上大的大水雨，已经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体力超过5600个人。另外，伫咧巴基斯坦嘛进入雨季咧做水灾，24点钟内已经有至少63个人死亡，甚至对6月底到今已经有160个人不幸过身。大雨落袂停，强要淹过车链，汽车掉伫路的，毋知要安怎驶。也若和平公园是水淹到半车身遐悬，就连粪扫桶也浮伫水面的。南韩中部甲南部对当地10日开始连续落几若天的大水雨出大水，造成民众死亡死伤。总统李在明18召开灾害管理会议，强调优先确保人民性命安全。어제 오늘 계속 폭우가 쏟아져서 여기저기서 인적 물적 피해가 발생하고 있습니다. 국가의 제1의 책무는 국민의 생명과 안전을 지키는 일입니다. 南韩气象官员讲，水山市甲中清南道落雨量是200年来头一摆发生的顶级。水山市雨量超过110毫米，也是8年来的超级暴雨。10点钟就落完1年35%的雨量。除了济州岛以外，多数地区拢发布暴雨的预警。到18早起10点，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到当地18早起11点为止，一共5600多人必须进行疏散避难。全包含路淹水，也有爆发放弃者公共私人财产的损失，总计超过770件。未少渡轮航线主要铁路登去，也有超过400间学校停课。韩国灾害应变总部已经启动最高层级的紧急应变系统，并且将部分交通路段关起来，避免造成这个严重的伤亡发生。
原来伫南亚的巴基斯坦对六月进入雨季了后，也是一直落大雨，引发水灾，部分厝顶结果无再徛家拢倒去。根据邦吉普省灾害管理局统计，雨灾造成24小时内至少63人死亡。对6月下旬开始，总计已经160人死亡，超过一半是囡仔。अगले 3 रोज तक तो ये एक्टिविटी मामूल के मुताबिक होगी, कोई ज़्यादा तूफ़ानी बारिशें नहीं होंगी, लेकिन हम अगले वीकेंड से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अगले हफ्ते से मज़ीद जो है ना 2-3 दिन का एक स्पेल होगा जो मुल्क के बालाई इलाकों पर बारिश का सबब बने। 因为有7拜六可能更加大水雨，当地政府已经部署过1000名救灾人员到邦加普县去抬兵，并且呼吁民众遵照官方指令去避难。公视新闻陈时东编译。进前一个囡仔开去互年母苦毒教师的案件引起社会关注。今仔日伫咧立法院也三读通过要修改刑法，加重虐待囡仔刑责，相当会当判死刑。在野立委法讲袂当容忍苦毒囡仔的行为，讲难修法就是强犯。因为民进党团也讲支持严格处罚，不过无应该滥杀修法。 你怎样？我在这不行啊！你怎样？你为什么动手飞了？我哪有动手啊？我哪有动手啊？为什么人先来报道安怎坑立法院开进前调立法院起卡动手？立法院18审查被看作开按条款的刑法修正案，正定第272条之一对违反受害者犯杀人罪，加重其刑2分之1。那其他违反受害者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也修订第286条，应伫违反受害者第4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那被联手表决之下，用实处优势三读通过。条文修正通过。开，你可以安心的睡了。针对杀害未满7岁的婴幼儿，要有他独立沉醉的保护必要。因为当婴儿被施虐，他没有办法替自己讲话，虐杀婴幼儿罪该万死。这样的恶行，如果你只是用现在的目前的法律所谓的伤害致死来看待，那我们就成为沉默的共犯。 我们不是要惩罚父母，我也不是要制造寒蝉效应，我们要吓阻那些已经没有人性，甚至用他的情绪，用这个手法来发泄他情绪的恶人。民进党团认同听话虐待囡仔暗高明免罪修法，虐杀儿童处以极刑，没有一个政党反对。我本来讲说儿少法本来就加重其刑1/2，你们就一定要讲说7岁以下。我当初就跟你们讲说，如果发生8岁了，你怎么办？零容忍不是死刑哎。 酒驾我们也讲零容忍呢，性骚扰我们也讲零容忍呢，经济犯罪治安我们也讲零容忍呢。那国民党有多少人要2次死刑了？你们自己讲。在刑法286条二读规定当中，民进党伫会区议刑因为持赞成票引起关注，伊声明是操作失误造成误解，佮强调对囡仔保护应该实行制度改革，真正面对极限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 我来关心到第4代查某家球队抽回争议，教育部有成立申诉的管道，目前有3个学生来提出申诉，伫咧城军平台嘛有另外3个学生出来指控。教育部表示讲，拢有去联络这个学生了解案情。就目前的资讯看来，这抽回代志上起码2017年就开始啊，恐惊受害学生其实佫较侪。最重要的就是先普查多少人受了什么伤。 公开的调查，清楚的知道什么伤，那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治疗。到底有偌济学生被逼抽回，根据生也无清楚。按过为去年11月爆出这代志了后，真侪摆表明，家己109年7月开始，每年休寒休热拢14一个时间，每日至少抽2公。另外一个队员也表示，第一开始的休寒休热拢抽回。我只想问一句，教授们，如果你是我们，你撑得住吗？ 如果你的血管让我抽，你愿意吗？要办学生讲，106年开始就抽回，不过根据学校提供的资料，就台新教联伫108到111年有2个研究案，但中庆教授有4个研究案，其中建构新世代青春女性下游运动性心理伤害甲表现的智慧感测，甲性感平台是国科会青春运科研究计划2.0一组计划，就台影视研究共同主持人，这计划已经停止，经费交回资料销毁，不过这几年来受害学生恐惊更较多。 到底抽了多少管的非法的血液？然后这些血到哪里去了？
但是国家甲即马教育部甲国科会才介入引起批评。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强调尊重学术自由，过去半年外继续进行相关调查作业，交行政定书发函予台师大。不过学校每一摆会函拢轻轻带过。3次发函，来来回回，浪费了非常多的时间。其实我非常痛心啊！台湾师范大学身为台湾体育界的一个龙头的学校，并没有真正扮演一个值得尊敬的龙头学校的典范。教育部甲国科会组成的专案小组会一一检视研究函，不过就台英教练依涉强制甲侵占北检17到台师大调取研究资料，搁查靠会议检体。台师大声明计划主持人陈中庆教授甲学校行政人员全程陪伴，则规定妥善保存所有相关的资料甲检体，绝对袂温藏或者是删除，配合后续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7月2日要进行罢免案的投票，台北市5个选区的国民党立委，包含王宏维、李干秀、罗志强、徐卡心甲赖士宝，今仔日是出面来参加公办电视说明会，强调因的政绩。因为罢免案的领衔人是针对着因亲中的立场来对写。7日的罢免投票春8日，台北市5个选区的公办电视罢免说明会，其中上受关注的就是国民党立委徐卡心甲罢免案带头人做形成杠带对决。我2008年还投票给马英九啊，这是我一生所犯的错误之一了。这么多蓝的跳出来，我要罢免这些蓝营立委，这表示他不是什么蓝绿对立。赖清德有办法指挥这动国吗？如果今天要真的讲到黑箱去建共产党的高层，曹兴诚本人就是最亲中投共的始祖。双方检视交锋无相让，罢团的论述大部分集中伫南汇的两法立场。你敢就罢免案带头人讲的话搁较惊人。中共会把台湾的男人送去朝鲜，另辟朝鲜战场，来分散美国的兵力。台湾的女人跟小孩都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高官活生生的行动器官库。我们没有仇恨的筹码，我们也没有撕裂的本钱。我们都可以看到数份民调，反恶霸是主流的民意。如果您不出来投票，就会让少数人决定我们的未来。以王宏威、傅昆萁为首的这些立委，在面对中共统战官员声称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时候，他选择微笑以对。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大陆观光客不来了。以王宏威所处的中山区是全台湾观光业最密集的一个行政区，各大媒体都有报道。我不了解为什么罢团你们又不做功课了。徐卡心、李干秀、罗志强、赖士宝甲王宏维拢拍出政绩牌，强调家己上任了后，伫国会推动未少法案，双方各自说明，要互选民做出最后的判断。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最近，互人注意到伊的手有乌青、脚红红，怀疑敢是伊的健康出问题。白宫今仔日就出来说明啊，讲这川普伊的手的乌青是因为伊定定咧甲人握手，佮有食阿司匹林这款药啊，有抗凝血效果，才会较高出现乌青。因为伊的脚红红是因为有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的症头，也就是脚的血拍袂转去心脏，这对侪伙人循环较歹的人来讲是真事上的代志。不过医师嘛提醒讲，若是定定坐上久无咧运动、体重相当的，有这款症头，就要特别注意。川普将近半年来出现的纪录真悬，目睭金的媒体甲民众最近发现伊的双脚毋来整整，手部也出现大片的乌青，有时阵会用粉底故意来暗藏。美国白宫发言人李威特表示，在发现腿部小可症了后，川普已经做全身健康检查，为公开透明。川普希望对外分享伊的私人医师，美国海军上校巴贝来诊断罪名。The president underwent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including diagnostic vascular studies. Bilateral lower extremity venous Doppler ultrasounds were performed and revealed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a benign and common condition, particularly in individuals over the age of 70.
伫位特表示，川普的血液检查甲心脏超音波拢显示伊的健康状况真好。手腕乌青甲川普定定握手，甲伊食的阿司匹林有关系。This is a well-known and benign side effect of aspirin therapy. 慢性静脉功能不全是腿部血液无法度有效回流心脏的疾病，虽然大部分拢是良性，不过也有少数人病况发展无甲那好。So most patients with chronic venous insufficiency will have a pretty benign course. It's not a life nor a limb-threatening condition. In rare cases, patients may go from having varicose veins and leg swelling to developing some of those more severe skin changes and even ulceration. 被讲气象监护总统的健康真好，进前伫官方的 X 核电馆，佮抛出川普穿超人衫的相片，俄罗伊是希望真实甲政治象征。79岁川普明年6月就要80岁，即摆伊的私人医生巴贝拉为进行完整的血液甲心脏超音波检查。伊伫个备忘录当中写着，川普总统永远保持正赞的身体状况。公司新闻洪如云报道。美国川普政府最近决定要甲5个反动罪非法移民赶出境，说是遣送去到非洲的小国斯瓦蒂尼，引起强烈反弹。有人批评这川普根本就是把斯瓦蒂尼当作是粪扫场。另外，川普要重新启用恶魔岛这个已经停用超过60天的加压和众议院的前议长佩洛西来批评，伊根本就空砍。和美国合作对路怪物的5个按古巴、牙买加、寮国、越南甲也门来的移民，防以犯罪非法移民的罪名困捉出境，所要遣送去的国家，却是非洲南部内陆国斯瓦蒂尼。这个事件引起全非洲的愤怒。美国总统川普讲，这是因为部分困捉的对象是由原母国来拒绝接受，才送来第三国。根据 CNN 报道，这5个移民因为所犯的是性侵儿童，也是谋杀这款暴力犯罪，受到定罪。虽然美国官员承认，这款罪犯已经引起非洲各国安全的忧疑，不过讲因是方单独关伫个斯瓦蒂尼的监狱内底，所以未对非洲各国也是当地的民众造成威胁。不过斯瓦蒂尼的反对人士批评讲，完全无法度接受美国把斯瓦蒂尼当作收留这款罪犯的粪扫场。We condemn that the bringing of hardcore convicts to our country to mix with our young convicts who still have a chance of to be rehabilitated. We can approach the courts,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r any other legal institutions to possibly complain. 另外，川普伫5月8讲，要重新使用伫旧金山湾的恶魔岛联邦监狱来关押美国的同罪犯甲非法移民。美国司法部长邦迪甲内政部长碧君伫17顶岛视察，受到众议院前议长菲洛西批评讲，这是上界歹的建议。长期研究恶魔岛的专家讲，恶魔岛的设施已经无法度使用，要使用恶魔岛是一项大工程。伊伫1963年修起来了，转型做博物馆甲观光景点。目前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咧掌管，每年所接待的游客有超过100万，所以若是要改做监狱，嘛需要国会表决来通过。征收甲重建的费用嘛会开真侪钱。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来看澳洲有一群科学家正来研究透过 AI 来解读人类脑波翻译做完整的语句。目前这准确度是已经有75%，希望未来这项技术会当来帮助因为中风或者是有自闭症讲话有困难的患者，会当来传达因的需求。这是有测试的选题科大学生，伫测量脑波的头图，透过128个电极甲连接的信号线，连到电脑，电脑软体先将这个脑波转化做相关的字，佮透过深度学习模型重组做合文化的正确字句。We use the deep learning model to translate the brain signals into the intended words, and then we use the large language model to make the match of the decoded words and make up for the errors in the EEG decoding.
台湾来林正丁伫交通大学电脑甲生物医学工程相关科系教册真侪年，目前是澳洲国立科技大学教授，负责计算智慧甲脑机改变研究，就甲 ChatGPT 等 AI 开讲机器人的发展过程同款，解读人类脑波个翻译做完整的字句，需要链接大量的资料库，可一直修正。澳洲的 ABC 电视台报道指出，研究团队即卖正确率是75%，林正丁教授的目标至少爱护90%。另外，未来科学甲医学界眼光，拢指向协助无法度讲话患者。We look at a medical condition, and we look at what function has been affected by that medical condition. What is the need of the patient? We then address that unmet need through technology to restore that function back to what it was. 比如，因为中风这原因无法度讲话患者，那要互医师更较正确了解病情甲需求，研究这种脑机改变，将想法传达出去。同时，这种改变用伫复健的过程当中，训练患者的脑部，这对自闭症的患者是特别有路用。那达成这目标，同时测量脑波的机器，用互人伫咧世界行。所以，科学家要费心的就是安怎保障当事人的脑波隐私权，则袂互人利用。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国家影视厅中心有公开一部上早翕出来台湾本土影像，是合作 Formosa 底片，记录着8年前的台湾风景。这珍贵的历史影像也已经传起咧伫咧网络，互民众会当免费来看。8年前的台湾，民众伫路边食物件，这人拢是伫咧地方内底做事的路工。这段黑白影片记录一个世纪进前台湾第产业形成的风土民情，非常珍贵。这部号名法力无刷的底片，伊原本的这底片放伫荷兰电影博物馆，经过同意了后，国家影视厅中心得到复制 copy， 数位化了后，7个正式放伫 YouTube 官方的频道。虽然他是外国人拍的，但他拍的是台湾的当时的情况。那我想从我们现在比较成熟的这个历史社会的这个背景上面，我们可以做更好的诠释。专家可证，这部底片可能伫1917年翕的，原本是流传伫荷兰甲法国这西方的国家，翕到当时台湾的风俗文化、农业建筑，也有有关注民族活动的情形，是即阵现存上早所翕的台湾影像的电影。比较像一种介绍式的影片，那它的视角当然是蛮西方，就是给欧洲可能是中产阶级以上，他们在学校或是其他地方去认识亚洲这个地方。我的考证是没有错的话，它是旅行电影或旅游电影的其中的一部。它是到全世界各地，到非洲、亚洲各地，目的就是拍当地的奇风异俗。学者认为讲，根据影片内底一寡线索推测，翕的人是来自美国，主要是正做演讲分享者的商业宣传来使用。研判要其他的单元，也毋过正片什么时阵出品，就伫咧倒位已经毋知影。也毋过珍贵的影像也提供民众甲研究者来探索了解台湾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